邮局真有爱，举办着寒冬送温暖的活动，准备民生用品、毯啊、袜啊，送予县内各乡镇市独居弱势长辈时代，嘛希望招更较侪人共同来做爱心。 云林邮局真积极来做公益活动，伫条年过年之前，邮局嘛甲台湾邮政协会联合举办寒冬送暖活动。今年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说冬至快到了，我们就采购了一些保暖的用品，包括毛毯、袜子，还有一些日常用品。 透过邮差送批工作，嘛会当深入社区，关心和帮助社区的弱势时代。这摆寒冬送暖活动，嘛希望互多记的时代会当过好年。平常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，就会问一下，就是长者说看有没有需要我们云林邮局的那个服务，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那一般就是如果我们有送信有遇到的话，就是会稍微关心一下。 云林邮局新发起的寒冬送暖活动，嘛希望会当有更侪人来响应，共同来帮助弱势。